有人用數字證明自己，有人用成績證明自己。你呢？你用乜嘢去定義自己啊？我曾經以為要等到恐懼消失先可以出發，直到有一日，我問自己：我真係想成為一個循規蹈矩嘅大人？我重新為自己嘅情緒負責，唔再俾自己活得冰冷。究竟任性嘅本質係擁有選擇嘅底氣，定抑或係情緒駕馭咗愛理性呢？當我肯擁抱自己嘅脆弱同埋不足，我發現原來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力量。當我不停成功，其實我最唔成功，因為我完全唔識得點樣好好對待自己。尊重自己，尊重別人。夢想原來唔只係發白日夢，而係一條可以行嘅路啊！做人應該先睇見後相信，定係先相信後看見？我揀咗後者。我用咗1年嘅時間，將呢一本書《我係邊個》重新再編寫。4月10號，我哋會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，用真實嘅故事，講出由以前嘅我走到而家嘅我，係你人生嘅真人圖書館。每本書都可能係你嘅故事。借我哋一晚，改寫你嘅下一頁。